來看目前開放後，這重型的奧多擺停佇路邊的這機車街園區，除了4月開始全面來開放的桃園以外，也閣有分階段來試辦的這個台北甲新北。大多數呢，這民眾攏表示真認同，也希望講其他的園區也會當對咧做。好，另外，咱要繼續來關心的，就是講這南投縣呢是佇個舊年底興小型哦清氣，即馬已經無公共的政務啊。這縣政府即馬嘛拍算甲這個資源甲轉做是福利。南投縣長呢是昨宣布講，自115學年度開始，也就是講今年這8月開始，按算要來投入2300多萬，來增加縣內各中各小這行政人員的編制。這是南投縣中型國中的教務處。有人咧拍報表，有人咧整理文件，有人咧討論教學的代志。規間辦公室無閒刺刺。愛準備囡仔上課的物件，啊，閣愛行政的代志，會較休時間較歹相搭安尼啦。大家攏愛加班啊，偌久。哦，我攏佇厝在一台電腦，囡仔看我講知阿母要加班。即馬真儕學校的老師，就愛哪上課，哪處理行政業務，壓力真重。南投縣政府因為自舊年底公共債務已經還完啊，所以南投縣長宣布，對115年度，也就是今年的8月開始，要擴大各中各小行政人員的編制，減輕老師兼行政工作的壓力。所以這些龐大的行政作業，導致很多老師這個行政工作也沒有人要做。所以呢，為了鼓勵更多的老師能夠保有這樣的教學的品質，那所以我們這樣的重新把行政人員的這個編制呢，擴編之後，一年雖然會增加縣政府2000多萬的一個預算，但是我想呢，這個是鼓勵老師能夠用心在孩子。會用好到咱的規個校園內底行政人員的部分加班的用越來越少。啊，當然上好就是咱來增加這個能力，有法度咱來互囡仔權益照顧會到。南投縣長柯淑華指出，增加偌濟行政人員是愛看學生人數最少來安排。學校學生較濟，上濟會當增加到11個行政人員；學生人數較少的學校，嘛會當增加1個人。縣府表示，雖然無介濟，啊，毋過已經會當大大減輕老師的負擔，互老師會當專心準備教學。買當留着教學人才，最後的好處嘛是學校的學生啊。記者安怡修報道。